1月12日，接受現實情況。我們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做到，客觀環境是什麼樣，就怎樣去接受它；自己是什麼樣，就怎麼接受自己；周圍的人是什麼樣，就怎樣接受他們。這就是採取了一種的現實的謙卑，沒有這種謙卑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進步。而且我們要反覆再三地回到這個真實的出發點，這是讓我們練習接受。這樣的練習每天都能進行，並且能讓我們從中受益。如果我們努力不去說那些解釋冷漠或失敗主義的不切實際的託詞，而用現實的眼光觀察身邊的事情，這種態度將成為我們心靈健康並取得進步的基礎。比爾的視覺第44頁英文版。每當我在接受人、地點、事件方面感到困難時，我會翻到這一頁，因為它會幫助我緩解生活所帶來的對其他人處境的潛在的恐懼感。這種想法使我能承認自己是個不完美的人，從而獲得了平和的心態。